Hello， 大家好。最近香港正在研究推出国际版 DSE， 未来可能在海外设考场。很多内地同学和家长都在关心，这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今天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内地学生通过高考申请港校这条路径完全不变，真正受影响的是走国际通道，用 DSE 申请港校的这部分学生。因为如果有国际版 DSE， 未来可能会在海外设考场，让全球更多学生都能报考。而内地非港籍学生和海外学生在申请港校时都会纳入非本地生的录取名额，统一竞争。所以长远来看，好处是 DSE 未来全球认可度会更高，同学会多一条升学路径。但坏处也很明显，全球一起抢有限名额，未来竞争只会更激烈，分数和英语要求都会水涨船高。DSE 国际化是大趋势，但目前推行时间表还没有确定，更多是一个方向性的政策信号。建议有意申请港八大的同学提前了解 DSE 的整体发展趋势和申请要求。想了解更多港校本科申请的规划与路径，可以关注我。